来到五园艺文中心，因二间中一件一件标准的木雕作品，融合创意变成使人赞叹的艺术品。这拢是得到府城工艺奖肯定的老进文，对历史当前到这几年来创作，更难得是全部拢是家当立石榴这款百年历史的技艺，以这座八代文革为例，除了一本相亲的工法，加上透光的雕刻甲展出，就使人大开眼界，已经是台湾第一座。伊这个家当立石榴，这顶是目前是台湾第一顶做用家当立石榴的方式来去做的。伊的结合就是有加一目相牵，佮加透雕伊一个做法。现在要做个做法呢，因为咱今仔日若准讲规个用上家当立石榴的，比如讲咱这个中团元帅，伊就是家当立石榴，伊就是有这个家当立个底，不过它里面如果没有透的话，它会产生规个变捌的。伊捌的就是变一种新娘桥，毋过咱今仔日就是要互主要是要互里面透光出来啦，无爱互变新娘桥，变一种新明的桥。咱因为咱一般咱台湾庙宇咧光桥，咱就是内底就是拢爱有一个新明伫内底，然后里面有一个迄个设计一个灯光效果，伊光起来较会气派。雕刻家老进文拄了5年前就开始创作由民间收藏的大桥，会中也有一好野的雕刻，其中就是要提供予今年参与的台湾府城隍庙来收藏，同时嘛要予参与台南古城节百户活动的民众来跋杯。目前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咱台南10间庙几乎9间有这个家当立石榴的作品啦。伊这个做法。就是自较早明朝你讲咱民国以后到清朝尾，就是留伫咧台南的一个特有的一个工艺。伊伫咧台南是留了上济，所以咱即马因为它有一阵子是没落掉，所以因为我早期有收藏啦跟研究，所以我等下为神像，早期做神像了，等下转到这边来，是因为这个是根本无伊的工法，伊的讲法根本是传伊啊。所以我感觉这个方面就是爱重视这个，所以我等下一定会创作这一块区域啦。府城是不是府城？好城的好，好，那府跟福是同音，所以是府城、府城、福城。所以我希望讲打造台南是一个很福气的地方。那本来台南就是一个很福气的地方，可是府爷好呀，其实是足侪庙宇内底拢有的。好，咱透过虎爷，带咱大家来认识庙宇文化。今年4月17号，伫5园顶中的台南古城节，除了有市集的叫卖，同时嘛要传达艺术对庙宇行出来，变成在地文化特色。甚至以后嘛要营造一条福气巷加布满福顶为台南记号。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